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法国人讲法语，日本人讲日语，咱台湾人讲台语。今仔日咱讲台语这个节目，要来算一个新的单元，叫做“叫看卖我是啥”。大家会当叫看卖，倒一个是领导的主持人。啊，好啦，讲笑的。今日吼，咱来到这，来到倒位，你敢知？永兴达，永兴达铁工厂，永兴达铁工厂，伊是咱全台湾上有名的铁工厂。啊，今日咱邀请到永兴达内底的客英兄啊，伊算讲是咱内底生做上普通的迄个师傅。哎呦，你甲看，生做一般或者上普通，安尼头家毋多，佫较不得了，嘿啊！安尼吼，人讲全台湾上有名，安尼到底是烟道上有名，还是讲功夫上厉害？若要知影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？欢迎大家家己来找看卖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吼，要先来介绍一寡较简单的技师，吼，安尼等下就劳烦咱迄个客用兄来带大家来看卖安尼。客用兄，咱这地圆是啥？洗到哪唱片呢？这咧创啥？哦，这个切片啊，切片忽然达到的，除了切片了，还有薄片，这就是薄片。咱都有讲到弗兰达是啥物款技师？弗兰达这支啊，这支就是弗兰达。这支算叫，这支咱是咧创啥用的？这支啊，啥物物件拢会当切。啥物件？从镜头啊拢会切断的。哦，是哦，这真危险着，镜头嘛切得断哦。啊，那咱这个土火敢会切去？切袂离啊！我本来是讲哦，土火若会切去，咱就当开放互观众朋友下骹来报名来斩土火啦。喂，好啦，较正经的，咱煞来继续介绍。这支是啥？伊电钻，电钻，阮一般拢会套一支正尾，这安尼一组，正尾就足侪出招的，看你要钻偌大的空间片，我拢会使。咱若这支咧，这支较细支、较缩格的，这支是啥？伊电动罗赖吧，这应该毋免加讲啊，就索罗斯的用。我头路看这支看起来真歹，真大支，这足用的。这支号叫震动啊，一般就是咱普通车出去安装物件是蜡笔用的。蜡笔，所以讲蜡笔咧安装啥物啊？我才有看到一支这，像咱工厂内底会放一支烟花，你普通是拍妹妹咧用的吼。无，毋是啊，这焊条啊。焊条，这焊条是咧创啥？拍电锯用的。拍电锯，哦，安尼我无讲无注意，咱桌顶才有遮侪家私甲物件，会当请你来甲咱小介绍一下无？好啊，随甲你介绍。阮头一个要介绍的是麦斯这是咱叶面家咧用的。搁再这是折机是咱金面家咧用的。算讲咱若是足重的物件，放伫咧这面顶，就当用这个甲紧起来。啥物拢能紧。搁再来这是较细项的物件，这是大支角尺甲细支角尺，细支角尺嘛叫45度尺，会当画45度。搁再来这是石笔，就是咱画物件的时阵咧用的。搁再来这是片纸，但是这毋是刻白的。搁再来这喷子是咱拍电线顶咧用的。哎呦！搁再来这是滑板啊，这咱常常看到的，电影嘛定出现嘛。这是正尾，正尾遮大支，嘛有遮细支的，这就是斗咱拄则迄电钻咧用的。搁再来这是六挂锁，六挂锁就是说了安尼，六挂锁就是斗咧转动啊用的，这就是咱是用这水泥钻来蜡笔。蜡了再倒这支透动，去了后，佮加一支六挂螺丝，就当锁。
安尼算是一组的就对。安尼就是一组啊，嘿，是6挂锁，嘿，3个不同。啊，搁再这大家老师拄则讲的，啊，搁再这是壁好，嘿。啊，阮到咧做铁窗仔、铁门的时阵咧用的，这是后柳，啊，这是瓦舍，嘿，后柳就敢若铁门活动的时阵咧用的。啊，过来这罕咧看到，这化学螺丝，化学螺丝内底有包药啊，嘿，啊，钱入去空内底了后，啊，就用这大机的螺丝啊烫入去，啊，伊破去了后。药啊，就包伫顶管，嘿，夹伫顶管，啊打起了决定的。决定啊，伊这决定的会堪要偌重？哦，这算哦，这爱看你这药啊有偌大支啊，嘿。啊，毋过这拢算重的。算重的就对啊。哦，这会堪要较重的哦，这嘛算真厉害咧。真厉害，但是一支药啊，就会堪要算重的重量啊。对，所以但是这嘛足贵，足贵的。偌贵吼，这是商业的秘密，咱袂当伫咧遮讲出来。啊，咱看到桌顶迄两台是咧创啥？哦，这是电箍，嘿，啊，这是阿鲁梦，嘿，啊，这两台的差别咧，电箍就是咱烧较厚的物件时阵咧用的，嘿，啊像咱咧烧迄乌铁啊，嘿，迄种咧用的。啊，搁再来，这是阿鲁梦嘛，阿鲁梦咱烧较细项物件是白铁啊，是咧用。啊，因为伊边有加一罐压气，嘿，压气会甲伊保护，啊，烧出来物件会较水。你讲这罐叫做压气，嘿。啊，我有看到遐有2支大支的，迄是啥物物件？启用遐，这2支啊，这2支是啥？哦，这是风甲红。风甲红，嘿，风甲红，啊，规组叫做散素，嘿，啊，就是日语的酸素，啊，化学名叫O2，安尼敢是咱病院咧讲的迄个O2对，无毋对，就是。啊，若这个工厂，咱这个散素是咧创啥物用的？切较高的铁啊，切较高的铁啊，安尼我讲唔紧来，甲你切一解看卖，好，咱行。好，啊，咱要小进一个，就要摕身体照片来做记号，嘿，啊来写字。啊，照片就是这，就是拄则咱介绍的照片。啊，咱即摆要来烧啊。好，来，咱头拄已经用散色吼，甲咱讲台语，即个招牌已经挂好势啊。即摆咱来看即台电锯，刷来要来邀请咱即个启用兄，甲咱示范讲安怎拍即个电锯。好，行。咱即摆要来拍电锯啊！啊，啥物叫做拍电锯咧？拍电锯就是靠这固体，啊，搁有压丝，啊，做一个小拍电的动作。
啊铁啊就叫油落去，啊叫做拍面筋，啊咱即摆就开始拍。啊，咱即摆安尼就算拍了。K 用呀，咱即个咱讲台语的工坊，安尼敢算完成啊？啊袂咧，啊佫有物件要做，还佫有啥物件要做？你佫有啥物撇步差不多变出来？啊佫来试。好，安尼咱即摆吼，就请迄个 K 用呀来甲咱即个黄金的工坊，咱讲台语，甲写下落去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即马咱讲台语即块黄金的招牌已经做好啊啦，互咱节目的时间啊，点一拍光明灯咧。遐真正有一拍光明灯咧，咱来甲看卖咧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即摆看到即个光明灯啊，即个造型，观众朋友遮尔巧，一定叫着讲，伊后壁一定有一个故事。遮尔气质的物件，伊后壁到底藏着什么故事？咱即摆请即个 K 用兄来甲咱介绍一下。啊，亲像这种设计就是窗仔花，嘿，啊窗仔花就是较早阮头家啊看老师咧做，啊哪做哪学，哪做哪学。啊，因为较早是人工烧，啊料贵，啊即马时代无共啊，所以即马无啥人咧做。啊，阮头家感觉足可惜的，啊想讲啊规气家这种精神甲文化留落来，嘿。啊，所以即摆就是做一寡变化，像这放手机啊，嘿。啊，讲甲较早的文化，啊，甲可以缀时代的行。啊，加一寡变化，啊，搁这窗仔，放啥物拢会使。即较，我看吼，你若放迄个金银财宝嘛，真适合。你要放嘛会使，嘿。啊，搁这豆点，嘿。这寒天食火锅应该嘛真好用哦。放啥物拢会使。或这种较细项的，花莲甲手指，嘿，对，这手指拢铁啊做的，啊，搁有这种同基本的窗仔花，这嘛是拢手工的嘛。嘿，这种手工落去拗的，嘿。若讲到手工，咱这个节目吼，有一个上重要的精神，就是手作。嘿，安尼咱即摆吼，看敢有有法度讲，请咱这个客用兄做伙带咱观众朋友。来做一个窗仔花来试看卖咧。好啊，咱来做。好，行。头一步就是要来熬这熬花。
啊，咱即摆熬了，要甲倒起来。安尼就算完成。咱讲台语的观众朋友，咱即摆过来到节目的尾段，伫咧节目的尾段，即届咱要来送一个礼物给观众朋友。啊，要送什么礼物呢？是我亲手做的糖仔花，这是咱客用遐亲手做的糖仔花。若想要得到这，网络有卖啦。啊，毋过咱即届嘛有送。啊，有想要得到这个糖仔花，会当伫咧过年的时阵挂一个春联伫咧厝内，哦，会当伫咧咱下骹后尾回应一下，讲你想要爱这个糖仔花，也是讲这个糖仔花甲你本身有啥物故事的连接，也是讲有啥物感情伫咧内底，你会当伫咧下骹写，阮会抽出一个咱这个观众朋友，好，啊，咱干那送这尔，唔啦哦，咱来看这本下骹这本。哦，这本是做铁工的人，咱谁拢会送这本册呢？你若是感觉今仔日咱这个节目真趣味、真新鲜，互你看了讲，感觉袂歹，想要了解搁较侪咱这个铁工的故事，哦，咱会当来看这本册。哦，这本册是咱这个尹新达头家伊家己写的册，就是讲咱自较早做铁工学师啊、甲搭的一寡故事，啊，甲一寡迄落。要来甲大家分享。啊，这本呢，网络共款买有，啊，毋过哦，甲网络无共款的是这。来哦，咱内底有这个咱头家的签名，哦。若是有要得到咱这本的，共款，伫咧下骹甲咱留话回应。啊，同尾嘛是要甲大家讲，会记甲咱起赞注文到文章下骹空底的梁啊，甲起落。咱讲台语，加油！